民国80年代那个装潢啊，建设佛堂的装潢，你看有天花板的，要有轻钢架啦13500啊，铝门窗玻璃的16000啊，还有塑胶地板的9100，还有木板的装潢的壁板哦14800哈。另外还有那个是什么石膏板吗？还是什么？还是什么？有的看不出来，有16500的，有3800的，还有油漆油漆就7000块了。然后油漆是整栋透天错了，7000呢，万色油漆啊，网络搜寻万色油漆啊，还有木条770，储藏室门板的木芯板就780，他还有做那个柜子的啦。这个会不会是柜子啊？多少乘以多少还乘以多少立体的？会不会是柜子啊？3800了。那个桌子啊，那个柜子，忘记了。还有工钱呢，呢。27天呢。要做，要设佛堂要装潢，花了27天哦。每一天2200吗？还是多少？连工钱就59400了，总共合起来141760元了民国80年代呢。